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易欢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易欢妹妹。原来易欢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药破此香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？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练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，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欢名节之事。